這美國總統川普呢，會坐這空軍1號暗時9點左右到中國北京。川普在咧出發進前就講，真儕好代志特別發生，也講會提出開放中國訴求，希望美國上好的企業和人才攏會當去到中國市場。那本地無在咧出訪名單內面的回答執行長黃仁勳，是這空軍1號半路在咧阿拉斯加加油的時陣，伊來上無人機做伙去到中國的。有人認為講，這個會談呢，是美國和中國 AI 科技扯拼。來到政治談判的艱棧級咯。穿幾絲深色的西裝，美國總統川普對草埔的中行過去，向一陣記者的方向遐去。過9年的傳習會就要舉行啊！美國總統川普在美東時間12坐飛人機出發，暗算的在13暗時9點到中國的北京。面對媒體問講，伊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在移動的問題意見分歧，伊表示針對相關問題和習近平講電話，佮樂觀講相信出訪的期間會有好代志。They get a lot of their oil from that area. We've had no problem, and he's been a friend of mine. He's been somebody that we get along with,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這座行程雖然美國的第一夫人梅蘭妮亞和川普的大漢囝小唐納並無隨行，但是第二個後生艾瑞克和兒媳婦賴拉攏以支持老爸個人身份陪川普去到中國。另外，對這一間外國的媒體前一天因消息報道，回答的執行長黃仁勳未參加這擺中國的行程。川普在社群媒體真實社群頂懸發文，表示黃仁勳當佇空軍1號頂懸。靠西媒體 CNBC 報道不實，佮講伊見到習近平的第一件代志，會要求習近平開放中國，和隨行的優秀企業代表團會當幫助中國變得較好。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with President Xi about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 would sa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ill be trade. 紐約郵報找北京的記者是在社群平台 X 頂懸發文，講黃仁勳是在空軍1號到阿拉斯加加油的時陣，才坐去哩空軍1號的。除了真儕間企業的執行長和高層，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嘛是隨行的官員之一。不過盧比奧過去因為長期在香港和新疆人權議題頂懸強烈批評中國，佮主導國會立法對中國相關人士機構進行制裁，和中國2擺制裁禁止入境。外國媒體法新社12報道，一直到去年的1月，伊開始做美國國務卿，中國是點點甲伊官方的翻譯的名，對盧比奧改做另外一個盧的盧比奧，意思互伊會當閃禁令入去中國。外國媒體報道，川普這陣人有可能是住佇離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行路差不多10分鐘路程的2間飯店，北京亮馬橋書記飯店、燕莎中心凱賓書記飯店，因為這2間飯店12到15攏無閣接受外界訂房，閣對頂擺6禮拜都開始加強西科利亞的戒備。除了會議的行程，川普暗算14下晡，習近平會陪伊參觀明朝和清朝皇帝祭天旗號的所在地天壇。比作1975年福特總統了後第一個造訪這座歷史古蹟的美國總統。公視新聞陳時中編譯。